你每日都會排尿，呢個係再普通不過嘅生理現象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你嘅尿液，無論飲幾多水，都總係帶有獨特嘅黃色呢？呢個看似微不足道嘅生活小細節，其實隱藏住我哋身體一個超級重要又鮮為人知嘅大秘密。要解開呢個秘密嘅關鍵，就係我哋體內一種聽落有啲陌生，但又非常關鍵嘅物質，佢就係膽紅素。膽紅素源於我哋體內數以億計嘅紅血球。當呢啲紅血球完成佢哋大約120日嘅生命週期後，就會喺肝臟分解，釋放出呢種帶有色素嘅膽紅素。呢啲分解出嚟嘅膽紅素，會經過肝臟嘅精密處理，然後安全咁進入血液循環。最終，我哋嘅腎臟就會好似一個超高效嘅過濾器咁，將膽紅素從血液中篩選出嚟，並隨住尿液排出體外。正正因為膽紅素本身帶有天然嘅黃色色素，所以佢就賦予咗你尿液獨特嘅金黃色澤。下次你見到呢種顏色，你就知道，呢個係你身體內部機器正常運作嘅一個清晰證明啦。